Hello，好耐冇同大家傾偈啦。咁啊，今日咧就真係有好多嘢同大家講。咁因為咧係我曾經講過啦，我做嗰個 survey 有關香港足球有冇機會係重振啦。咁啊，本來咧都仲有少少懷疑，咁但係經過尋日香港隊對印度呢場波咧，我覺得連最後嗰關咧，我哋都解決到啦。嗱，錄影嘅時間咧就係6月11日啦，咁啊係喺香港對印度之後嘅一日啦。嗱，尋日場波咧喺啟德體育園咧係總共有42,000幾人入場。嗱，解決咗個問題係咩咧？就係證明我哋香港有球迷，有足夠嘅球迷。問心廣場波嘅水準並唔高㗎，亦都喺整場波裏邊係球場嘅氣氛好好，但係實質上咧係場波嘅水準咧就並唔係話真係去到好精彩嘅。但係有一樣更加精彩嘅咧就係尋日係顯示到足球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歸屬感。嗱，尋晚場波咧，我相信在場嘅球迷咧，佢哋最享受嘅咧就係嗰個氣氛。嗱，咁亦都好明顯睇到全場波裏邊，無論係乜嘢情況之下，全場嘅球迷咧基本上都幫香港隊打氣嘅。咁呢一樣嘢咧，就已經顯示咗足球最重要嘅嘢。嗱，如果我哋知道足球最重要嘅嘢嘅話，我諗我哋只要向住呢個方向去諗咧，就好多嘢可以解決啦。咁言歸正傳啦，講翻點樣去將香港足球重振啦。咁其實香港而家好多嘅非職業環節咧，包括足球校啦、青少年訓練班啦、女子足球啦、甲乙丙組啦，其實甚至業餘足球都好自然。唯獨我哋嘅頂級聯賽真係唔係好掂。事實已經嚟到一個叫冰河時期。尋日42,000嘅觀眾，點解平時唔入場咧？咁樣嗱，平時我哋嘅平均入場嘅人數咧，連1000人都冇。咁即係話咧，我哋係有呢個基礎可以去重振，但係我哋一定要做翻啲嘢。咁而做翻啲嘢嘅唔係一個單位去做，可能係好幾個單位一齊配合，一人攬出一步，咁香港足球咧就有機會啦。計劃咧就好似好簡單，但係亦都喺一啲嘅環節裏邊咧係有一啲嘅複雜㗎。嗱，第一樣嘢咧就係我覺得而家我哋成日都話香港足球唔掂係冇場地，其實唔係㗎。近年香港嘅運動場嘅發展啊，我哋嘅場地嘅開發啊，其實做得好好嘅。目前香港除咗啟德體育園，除咗大球場，其實有成24個大型嘅運動場㗎。換句話講咧，係我哋有足球嘅大型比賽場地。而咁啱巧，呢24個嘅大型運動場咧，基本上就係分別咧係坐落喺每一個區嘅，除咗大嶼山區。咁即係話，如果我哋能夠充分利用呢啲場地嘅話，我哋嘅足球起碼有咗自己一個家，每一隊波有自己嘅家，就有一個平台去發展呢個足球。點樣做法咧？嗱，其實可以效法外國好多個例子㗎。嗱，我哋將24個球場分區咁樣，每個球場咧就配套上一隊球隊，由區議會去管理，然後同球隊簽長約，好似葉士域治咁樣，佢嘅場地其實基本上咧嗰笪地係葉士域治嘅 council 嘅，但係 council 咧就將笪地咧用一個長約租俾球會99年，咁球會咧就有個基礎就紮根喺葉士域治啦。咁而造成咧，佢哋嘅擁躉咧住喺葉士域治或者附近嘅人咧，就係一隊忠心嘅球隊去擁護啦。咁香港
一樣可以嘅。嗱，試想下，如果我哋嘅屯門鄧肇堅球場係屯門體育會、屯門足球隊同屯門區議會合作嘅，區議會就去管理呢個球場嘅基礎性嘅嘢，屯門體育會就負責活化個球場，同區議會合作，將嗰個球場成為當區嘅一個運動啦、文化嘅中心點。區議會亦都可以喺嗰度成立一個辦事處去為市民服務啦。咁而呢隊球隊咧，屯門隊咧就可以咧係將個球場活化，將佢咧係喺有條件之下咧提供適當嘅服務俾當區嘅市民，而慢慢將屯門嘅市民佢哋嘅凝聚力擺喺呢度，令到佢可以產生好多嘅效應出嚟，可以為呢個市民係提供一個運動康樂嘅中心啦。禮拜日、禮拜六可以係 Sunday Market 啦，可以係跳蚤市場啦。咁而平時咧，佢哋球隊嘅訓練，因為日頭嘅嗰個場地嘅使用量唔高，佢哋球隊可以喺球場上面去訓練。如果球場係負荷唔起嘅，間中可以去人造草附近嘅人造草球場去訓練。而比賽就一定喺自己嘅主場。如果主場佢係可以咧發展好多商業元素啦，好似英超球會咁樣，去將佢可以係成為一個嗰區嘅一個重心點，亦都咧係開發喺嗰區嘅好多嘅商業支持，幫嗰區嘅商業去推廣賣廣告種種嘅嘢。咁如果每一區都咁做，而啱啱好我哋有24個球場嘅話，我哋將12支嘅港超球隊加12支嘅港甲球隊，就成為24支嘅職業球隊，而佢哋都有自己嘅家，佢哋可以咧係喺依方面去發展，令到佢哋嘅球隊有生命力。咁係咪有一個機會咧？咁當區嘅市民因為區議會同呢個球隊為佢哋提供咗好多嘅一啲嘅服務，夜晚可以係照舊跑步，平時如果佢哋係有球隊想踢波，直接喺嗰個租場，咁樣係咪會更好咧？而同時間亦都可以咧避免咗一啲炒場嘅操作啦。咁租場方面嗰個質素亦都會提高啦。而政府亦都慳翻好多咧喺呢個保養呢個球場管理個球場嘅成本喎。因為每一個球場咧隨時一年嘅經費咧少就500-600萬，多嘅可能係1000幾2000萬。咁政府已經慳翻好多錢啦。因為平時我哋咧租場其實好平嘅，香港300幾蚊就租到喎。試問300幾蚊夜晚6點至9點要開燈踢波，我諗電費都未必夠。咁所以咧對全部人都應該係有一個得着嘅。好啦，如果我哋每一隊球隊都有咗個家啦，咁我哋下一步係點咧？下一步就係我哋應該效法英超或者英國嘅足球啦。咁我哋應該揾一個龐大嘅贊助能力，去令到啲球會咧有一個支援啦。嗱，香港有一個機構其實好順理成章咧，應該係做呢件事嘅，而事實上佢哋都做緊。不過佢哋做緊嗰個範圍咧，就唔喺職業足球方面，佢哋喺社區足球業餘足球或者係低組別足球裏邊咧都做緊嘅喎。咁就係香港賽馬會啦。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佢哋都有贊助職業足球嘅，其中我哋嘅港超嘅精英杯咪係馬會贊助咯。咁點解佢唔組織好，佢用一個更加好嘅方法去贊助咧？例如佢俾一個譬如我計個數，大概係3億每一年贊助足總，而有條件地規定，好似我哋英超嘅一個制度當然係我喺英超嘅時候咧學到啲嘢翻嚟嘅，就係規定，譬如每一支參賽港超球隊就有1000萬嘅參賽費，然後佢嘅名次每一個名次就有50萬嘅獎金，即係話就算你包尾都有1050萬，如果你攞冠軍就有1600萬。咁
港甲球隊就一半。咁嘅話咧，其實一年啊，再加埋乙組、丙組、女子足球所有嘅贊助，設計好佢由足總去執行。咁嘅話咧，其實香港足球咪一個層次感嗱。職業足球如果做到咁嘅話，我哋係咪可以堅持保持呢個升降制度啊？唔會因為球隊冇將來，我哋啲球會唔敢去發展，或者唔敢同球員簽長約咧？嗱，如果每一年每一隊波喺港超都起碼有1000萬以上嘅依個贊助，而佢哋有個平台，又可以喺本地去產生啲商業效應啊，產生啲地區性嘅凝聚力，咁慢慢啊，我哋嘅球會就有生命力啦，就唔會好似以往我哋嘅問題就係我哋香港足球從來啲球會係冇自己嘅生命力，全部都係靠個人去支持嘅喎。咁萬一個老闆唔開心或者係某一啲事，咁咪令到佢哋一退出，我哋就冇一隊波㗎啦。正如當年我哋好多個球員話齋，今年幾好收入都好，一到季尾我哋係擔心㗎啦，因為唔知下季嗰隊波仲喺唔喺度。好啦，如果馬會能夠肯去咁做，政府能夠寬容去咁做，咁我哋已經有咗個基礎啦。進一步，我亦都建議馬會咧，其實我哋應該咧係接受本地足球博彩㗎。嗱，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啦，馬會咧已經計劃係呢個開呢個籃球嘅博彩啦。我哋嘅足球博彩已經係收入高過呢個賽馬，而我哋嘅足球博彩嘅成本咧係低過賽馬好多好多㗎。而納稅方面自然亦都成為咧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納稅戶啦。咁換句話講啊，如果我哋開本地足球嘅博彩，如果適當去管理，其實我哋可能把香港嘅呢個賭博氣氛更加係合法化，去將佢咧有監管。有啲人會話：喂，如果你足球有博彩，咁會唔會係鼓勵賭博啊？咁但係其實大家諗深一層，就算馬會冇開足球嘅博彩，香港係咪冇賭波咧？而事實上，我哋真係要好老實去承認，其實我哋香港嘅足球賽事點解會有打假波？點解會有呢個種種唔好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因為，就算你馬會唔接受足球博彩，香港嘅賭波都仍然係有喺度㗎。咁與其非法嘅話，我哋點解唔去合法去做呢件事咧？而馬會事實亦都係擴張緊，去諗緊呢個籃球博彩咁多嘅博彩啊！全世界有啲地區連我都唔識嘅，都可以去博彩嘅啊！喺足球方面，咁點解本地足球唔得咧？嗱，如果有咁樣嘅話，喺某個角度亦都提高咗本地人對足球嗰種嘅迴響，嗰種嘅感覺。咁如果我哋能夠地區化凝聚好每一區嘅市民，好似尋日嗰場波咁，因為我哋係香港隊，我哋有個歸屬感。咁我哋尋日場波有4萬幾人，破咗香港嘅足球歷史上嘅紀錄。咁如果喺每一區做緊同樣嘅嘢，我哋有一日係屯門作客元朗，一個50萬嘅人口嘅城市對一個60萬人口嘅城市，如果我哋做好嘅凝聚力，球會能夠為社區貢獻，亦都創造到經濟效果出嚟嘅話，我哋唔單止嗰個熾熱氣氛係好正，好似曼聯對曼城咁，而更加正嘅，亦都因為咁樣嘅熾熱，我哋可以創造到好多經濟效果出嚟，好似英超咁，每一隊波對佢嘅城市嘅經濟，對好多人民嗰個生活都有好大嘅得着同影響㗎。嗱，咁睇下我哋可唔可以放低我哋嘅心扉，去放開懷抱去做啦。咁當然，我哋足總就成為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嗱，自從係1968年我哋香港
推行職業足球到而家，我哋必須要落實。其實我哋從來冇職業過，我哋有好多都係見窿補窿嘅做法。我哋喺每一個環節嘅發展，我哋都冇真真實實去做，而期間出現過好多問題。其實有機會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咁但係更加重要係，足總應該而家阿 Eric 而家做咗主席啦，比較後生有衝勁。我諗佢係可以去將足總內部嗰種嘅人才同埋嗰個制度咧，係去真係要修改下。我哋足總到而家為止，今日為止，我哋太多方面唔專業，因為我哋從來冇認真派人出去學習，或者去無論喺邊個環節都係嘅，無論係教練啦、管理啦、行政啦、商務啦、票務，我哋好多嘢都冇真係派人出去學習。雖然我哋喺鳳凰計劃裏邊咧，話好似請多咗好多人，但係出嚟嘅效果，如果大家有睇下足總嘅網站，你就會睇到有好多好唔專業嘅情況出現。咁呢一方面咧，足總必須改革，亦都必須要踏實，因為大家一定要明白，如果我哋行翻舊路，一定係靠呢啲老闆去支持嘅話，好容易一個唔開心就唔搞㗎啦。而其實我哋已經好幸運，今日都仲有香港職業足球。雖然事實真係唔係好理想，但係都仲有得叫做職業足球㗎，就係因為一班歷史以來好多個朋友，佢哋出錢出力去搞，使咗好多錢，不求回報。舉例張廣勇先生啦、霍英東先生啦、阿姐陳耀琴啦、阿 Ken 伍健啦、阿譚偉棠啦，好多嘅朋友南華會咁多屆嘅主席院會好多屆嘅主席好多人Lawrence， 佢哋都曾經出錢出力去搞，但係結果點咧？係嘛？因為只要到一日佢意興闌珊，或者佢球會冇辦法生存，我哋又少咗一隊波，跟住我哋從來冇穩定過，我哋永遠唔知下一屆有幾多隊波踢，我哋亦都永遠唔知道我哋做球員有咩將來。我哋一定要建立好呢個基礎，而要建立好呢個基礎咧，就要依賴足總去堅持。我哋一定要保持有升降制度，一定要不斷開發，甚至鼓勵支持我哋本地嘅球員好、球圈好裏邊嘅人士出外學習，去真正去設計、去認識乜嘢叫職業足球。我哋太過封閉啦！我相信大家都睇得到，日本、韓國佢哋以前同我哋係停起停坐，但係而家佢哋遠拋離我哋㗎啦。而家日本嘅球員佢哋喺全世界嘅聯賽裏邊，尤其是頂級聯賽，你會見到韓國更加唔使講孫興文、車範根嗰個年代開始，孫興文到朴智星一大紮。佢哋都喺國際揚名立萬嘅球員。我哋香港咧，我哋難得有個魚子男可以去踢中超，已經係好難得。嗰幾位能夠出外喺中超、中甲踢波嘅香港球員，已經係好運。我哋從來冇產生過一個係真正可以喺一啲高水準嘅聯賽裏邊立足長時間嘅球員。歷史上只有講到今日都係阿香、張子岱踢過黑池，我哋就冇其他嘅功績。咁證明我哋真係時候，我哋應該好好去重整因為尋日場波可以解決咗我哋個問題㗎啦。只要有歸屬感，只要有好嘅硬件。雖然琴日啟德體育園仲有好多瑕疵，現場都仲有好多嘅營運嘅瑕疵出現，但係證明咗一樣嘢，足球係唔會死嘅，而足球嘅凝聚力係最大嘅。
喺運動嚟講，冇一樣運動可以係凝聚到咁多人。而尋日一個好好嘅例子，老中青嘅球迷都有出現，而好難得，大部分人都着住件紅衫去支持香港隊。咁換句話講，如果好多人着起綠衫去支持大埔，好多人着起紅衫去支持九龍城，你諗下個氣氛係幾正？所以唔係冇得做，係有得做。不過首先一步咧，我哋自己就一定要好專業同埋好老實，承認我哋冇做到或者我哋做得唔好嘅嘢。我哋唔可以再單向，譬如我哋喺教練方面嘅發展，我哋香港嘅教練而家好多攞咗牌，但係有幾多個高級教練呢？有幾多個教練真係出去學習過呢？真正出去捱過呢？嗱，呢啲我哋真係要去做。咁如果足總能夠同馬會可以結合到 ，OK， 馬會每年撥3億俾你，但係當然啦，係叫做香港賽馬會超級聯賽，類似咁樣一個贊助，等於英國 Sky Bet 啫嘛，冇問題㗎。雙方傾好咗個 structure， 將佢嘅 delivery， 即係嗰個發放啊，佢哋嘅呢個佢哋嘅贊助費用，佢點樣去應用去使用，令到香港足球係可以去有一個穩定而有將來嘅一個路向，先至係一個辦法。大家唔好睇少呢一樣嘢，因為咧其實足球可以產生好多經濟效應嘅。曾經CY 話體育運動嗰個商業效應好低，其實對唔住CY，足球咧係可以產生好大嘅呢個經濟效益㗎。試想一下，淨以尋晚4萬2人嘅一場賽事，為足總帶嚟幾多收入之餘，其實喺現場產生咗幾多工作崗位，而因為呢場波九龍城區產生咗幾多嘅效應，係餐飲啊諸如此類嘅效應交通上的士好地鐵好，佢哋收入多咗幾多？舉個例話俾你聽，喺英國每一次，我當年喺伯明翰嘅主場，雖然我哋只係平均入場數係26,000人，但係對整個區甚至整個 Birmingham 係產生咗好多嘅經濟效益㗎，因為幾千個嘅作客球迷，佢哋遠道而嚟，佢哋路上嘅消費，對餐飲嘅消費、紀念品、波飛、電視轉播，佢產生好多效應。而每一場波嗰個淨係製作團隊都幾十人嘅收入就係咁樣嚟。咁以英國為例，每一場波有成幾十個製作團隊加埋，如果係球會嘅職員、保安種加埋，每一場波其實可能影響係好大嘅一個群體。而喺英格蘭，每一個比賽日其實有成100萬人去睇波，100萬人平均嘅消費咧就係講緊係60磅。試想下係幾多錢？對社會嘅經濟產生幾大嘅效應？而我哋香港可能冇咁大嘅 scale， 但係如果我哋好好去培植，我相信足球唔單止自己有機會重振，足球亦都應該對社會有好大嘅貢獻。最簡單一樣嘢，多人鍾意足球，就自然多人去踢足球。即係話我哋強身健體啦，我哋健康好咗，對我哋醫療又有幫助。我哋嘅群眾凝聚力好咗，社會就會融和。我哋下一代如果唔係迷戀喺呢個手機，多啲去踢波，多啲群體生活，佢哋嘅心智、佢哋嘅心態亦都會健康得多。嗱，如果我哋能夠咁去做，係咪可以咧？
嗱，其實仲有一個更加詳細嘅一個成個 scale，即係一個計劃書。咁有時間咧，我 finish 好咧，我就將佢咧係用文字化咧俾大家去研究。咁亦都希望咧有關當局啦，亦希望好似而家年青有為嘅我哋嘅足總嘅 chairman 啊 Eric 啦，或者阿貝生啊種種，或者甚至馬會可以考慮下，係咪可以大家融會一齊，加埋政府為香港做啲嘢，為香港足球做啲嘢咧？而其實個個人都有得着㗎。咁啊，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咁下一節咧就將啲細緻啲嘅嘢咧係同大家分享下每一個環節。OK， 但係最後好開心，尋晚場波咧，我覺得啊係俾我哋香港人睇到香港嘅足球咧唔係完全冇希望嘅。當然唯一一樣遺憾嘅就係，如果喺在場上面嘅11個球員，我哋大部分都係本地球員，就更加好啦。因為我哋香港而家濫用外援嘅情況咧，亦都係一個好實在嘅問題。我哋本地球員真係佢哋嘅生活冇乜保障，希望足總明白，能夠減少外援。我哋只係愛3個外援就夠啦，好似日本同韓國咁嘅話，我哋嘅本地球員可以獲得更多嘅資源，令到佢嘅生活更加安穩，有可以睇到嘅將來。咁我諗香港足球絕對係可以企返起身，香港嘅社會亦都絕對可以更加融和嘅。好啦，下次再同大家傾偈，拜拜。